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3年2月22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51篇第1节到17节，约珥书第2章第1节到第2节，12节到17节，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20节到第6章第10节。马太福音第6章第1节到第6节，16节到21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三恢复。今仔日开始是基督宗教的斋戒月的开始。伫这一天，咱称作三恢复的节。首先，咱要对火来讲起。咱拢知，这个恢复是爱经过火的烧到安尼真炎火了后，才变做无物件通去烧咱讲伊就已经烧了去啊。这个火烧了后，才会有恢复留落来。伫过去传统宗教内底，咱知影传统的这个仪式有烧精仙的这种宗教礼仪。现在人阁有烧香的习惯。无论是传统宗教，还是礼仪的教会，亲像咱讲的大公教会，就是咱一般咧讲的天主教。东正教会是其他的礼仪的教会，拢阁咧烧香。但是现在嘛，阁因为环保意识的抬头，这一类的礼仪拢伫咧改革的中间。特别是伫台湾这种传统宗教烧金纸的行为也有咧改变。既然恢复是烧祭物。烧这个祭品所留落来的灰，那伫宗教顶悬常常互人看做是圣品。咱知影台湾的传统宗教内底有讲灰经过拜了后，好若亲像都有神性，会通保护人。伫早期台湾的医疗无发达的时期，阁有人因为身体无好无法度找到医治，就求神明烧符然后将这个符来拿就来啉。这种行为叫做啉符水。当初时的人阁不离相信这套。伫旧约以色列传统留落来三恢复，虽然同款对伫祭拜的行为来所存落这恢复，但是基本上伫这个仪式顶悬，伫信仰的意义顶悬是无共款的。根据诗篇51篇第15节到17节的经文，安尼甲咱讲，伊讲主啊，求你开我的嘴。我要上赞你，你无介意这个精神的祭，无我就要来献。你嘛无爱烧化祭，上帝啊，我所献的祭是忧伤痛悔的灵，忧伤痛悔的心，你决断无拒绝。三恢复的行为，应该是为着对心底来表达对上帝的悔改，毋是透过宗教礼仪，还是所献的祭物，要来做什么款安尼来定的。三恢复的仪式伫旧约传统的中间就时常出现。圣经中间时常用这个领衫三恢复伫头壳顶代表人的伤心悔改耶利米哀歌第2章第10节安尼记载：锡安城的长老坐伫地上，点点无声，因引起这个
土的火斧落伫咧头壳顶，腰束满布带，耶路撒冷的出路随头到涂骹。以色列人传统咱拄则讲掠衫啦、散火斧伫头壳顶，用安尼来表达心中的哀伤。当然后来也用安尼来表达对上帝的悔罪。可能亲像以色列人进入伫迦南地了后，咱知影耶利哥城倒去，有人因为无听上帝的话。私底下留着济的战利品，递告使着以色列人伫爱城的战争的中间就战败伫这个了后，约书亚甲以色列的长老就拍败伫约柜顶悬来哀伤低哭。圣经约书亚记载第7章的经文甲咱讲，约书亚甲以色列的长老悲伤掠开恁的衫，散火斧伫头壳顶，伫上主的约柜前拍败伫地上，一直到伫下昏。耶稣基督捌对犹太人讲，如果有新者行伫外邦的城推罗甲西顿，那安尼因早就散火斧来陪满。表示因的悔改，这是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1章23到24节。圣经讲，迄个时阵，耶稣谴责捌看见伊行新者济的城市，因为因迄个所在无有悔改，所以伊讲哥拉辛啊，你要害伯赛大啊，你要拄着困难啦。伫咧中间行过的新者，爱行伫泰尔西顿，伫迄个所在，因的人早就批满散火斧，表示因已经弃社归正啦。我实在甲恁讲，伫审判日子，泰尔甲西顿所遭受的处罚，比恁所要受的搁较轻。至到你。加别人你要将家己来举甲拄天吗？你会摔落去地狱去。我伫恁迄所在行过的新者，若是要行伫索多玛，伊伫今仔日还阁存在。我阁甲你讲，伫审判日子，索多玛所遭受的处罚，比你所受的还阁较轻。约拿书的记载也提到着类似的情景。迄一个外邦的罪恶之城，上帝差遣伊的仆人先知约拿去传这个悔改的福音。了后，尼尼微城全城的人对顶悬到下骹，对人到精神，拢散火斧批满金只，彻底来忏悔认罪，因为安尼上帝就赦免因。通常咱讲伫以色列人的中间，因用掠破衫、散火斧来表达哀伤甲悔改的心。因还阁会用禁止，互家己搁较敬虔伫上帝的面头前。也亲像大卫捌得罪上帝了后，伊甲乌利亚所生的囝生落来了后，无偌久就死去。大卫也为着伊禁止，因为哀伤。大卫也为着伊的囝押沙龙的死来哀伤。虽然押沙龙威胁伊、攻击伊，甲伊战争，想要杀伊。但是大卫犹原为着伊的死来哀伤。伫耶稣的时期，咱看到当在时的犹太领导者，因却将这个祈祷禁止，甚至做好禁制颂扬人，做一种
宣扬荣耀家己的方式。因为耶稣基督批评因，也劝勉因门徒毋通假冒伪善，应当诚心来祈祷，着爱明白禁止的意义，爱有私密的祈祷。这就是正做现代教会伫迄个斋戒月内底所实行几个敬虔的方式。基督徒千万毋通失去迄个方向，应该爱来调即个斋戒月禁食祈祷，或者是种平常时咱讲做好的精神，用来甲上帝建立亲密佮好的关系，明白上帝的旨意佮诫命，来荣耀上帝，毋通来荣耀家己。今仔日的诗篇51篇真长请咱家己来读特别读15节到17节的经文。咱做来祈祷，感谢上帝赏赐独生子耶稣基督，正做阮世间人得罪伊也因为安尼来牺牲，受钉伫十字架。求主帮助阮透过这个忏悔复日斋戒月来反省阮家己。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